怎么让4根铁钉同时平衡在1根铁钉上呢？这样的话，靠这个铁钉的四边的那个，所以靠沟槽嘛。对，然后可以再继续放铁钉，然后让它平衡，可以放到100多根。还有这个十字架怎么拆解？分开来的嘛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说这个很多游戏啊或者玩啊都可以训练小孩子，除了手眼协调之外还有一个训练他的耐心。通常连大人都得要摸索半天。林心来的铜腕不只是娱乐，还是活教材。所以刚刚看到实在真的被难倒了。会吗？用不会冲豆周亚给，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呢？上会了解己，上会了解己，你就想好奇，对不对？你想要了解它，对。因为好奇，所以费心钻研葫芦象棋、益智拼图、铁线急转弯。林心来的铜腕很科学，就地取材，把废木料回收瓶罐加点巧思，没有华美设计，依旧受欢迎。所以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玩这些东西，他一玩的话，可能就1个下午，他也不会累。孩子们的欢乐是鼓舞他创作不坠的动力。由新世代断层，林心来开始走入校园。我这样就把铜碗艺术化，这样让小朋友更喜欢的玩。不然玩一玩丢掉，多可惜。他玩1次以后再放起来，然后以后再玩，然后留给他的小孩子玩。累计20年，创作将近1000种玩具，爱好者众。观音国小还为他成立铜腕博物馆。让小朋友也享受到我们小时候那种动动脑、寓教于乐、玩铜玩的快乐时光。林心来的用心，让这个铜腕世界又鲜活了起来。用杯上到走夜街，上爱了解己。用杯上到走夜街，上爱了解己。